神尊，神界可又有什么事情发生了？没事。上古呢？还在休息吗？殿下昨夜一夜未睡，方才刚刚睡醒。你先下去吧。你怎么突然来了？你受伤了，让我看看。他伤了你，他在哪儿？你别去，他心意已决，你去了又有什么意义？我只是让他知道，你不是他可以随便伤的。我所犯下的错，万死难辞其咎。就算他不伤我，我也……犯下大错的是他，你不要苛责自己。可是那日，是我将他放走的。他跟我说，这么些年来，他陪在我身边，只是为了得到主神令语。他是我最亲近的兄长，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我们会变成今天这样。或许我根本就不该从九幽回来吧。跟我去个地方。你带我来这做什么？当年你未诞生之时，我与天启经常来此处饮酒。那时的神界诸神，皆是助祖神创立神界、化天下万物之人，情谊之深，可互许生死。当年与魔族最后一场大战的前夜，我们也是来了此处。只是，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已经不在了。神魔大战之后，我曾万分自责，不怪我自己没能保护下更多的人。可是人生漫长，你我不能沉湎于悔意。若日日为昨日，那么来日在何方呢？你说的没错，即便来日必有一战，亦不可虚度今日。趁尚能同行之时，观一场云海幻灭，饮一壶酒，聊一日浮生。